恭喜恭喜恭喜！哎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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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咩啫你？梗係恭喜睇緊呢條片嘅朋友啦，因為你已經進入人生嘅新階段，成為專上學生嘅一份子，真係值得恭喜恭喜！咁又係啊！做咗專上學生，唔單止可以吸收知識喎，仲可以過精彩豐富嘅專上生活，真係恭喜恭喜！例如試下上妝啊，或者拍下拖咁啦。不過除咗你講嗰啲咧，仲有啲嘢咧係專上學生好普遍會做嘅喎。哦，就係兼職啦。嗱，大家嘅返學時間咁自由，幫人補習又得，做 sales 又得，得咗。最緊要係可以幫補埋學費同埋生活費啊嘛。使唔使啊？為咗令學生唔會因為經濟困難而失去讀書機會，其實學生資助處係有一啲計劃提供俾各位嘅。咁今次我哋呢條短片就會為大家介紹兩個學生資助計劃嘅。係邊兩個呢？就係呢兩個。FAMA 係代表我哋兩個，我就知啫。呢兩個英文字又代表啲咩呢？佢哋分別代表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即係 FAPS， 同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即係 NLSPS。首先，等我介紹一下 FAPS。要符合 FAPS 嘅申請資格，申請人必須年齡為30歲或以下嘅註冊全日制學生，修讀經本地評審嘅副學位或學士學位程度嘅自資專上課程。佢哋亦需擁有香港居留權，或於課程開始前，申請人或佢哋嘅家庭已經連續喺香港居住滿3年。聽落你都幾好記性嘅喎。剪接嚟嘅啫，詳情咧你可以問翻你嘅院校，睇翻份申請指引，或者去到呢個網址度睇清楚嘅。嗱，咁係咪申請得就一定有資助先？當然唔係啦，叫得做資助，梗係用嚟俾啲真正有需要嘅人啊嘛。哎呀，但係我又點知邊啲申請人係真正有需要嘅呢？嗱，好似呢班學生咁啦，你覺得邊個需要資助啊？齋睇樣就梗係決定唔到嘅，因為資助係由公帑俾噶嘛，所以所有申請人都必須要經過客觀而嚴謹嘅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噶。嗱，每位申請人可以獲得嘅資助金額咧，分為助學金同貸款兩部分。最高嘅助學金額相等於申請人需要繳交嘅學費同學習支出嘅總和，但學費同學習支出係有上限嘅。上限都會每年作出調整，而貸款係用嚟支付生活支出，同樣係有上限嘅。有關每年嘅資助上限，大家可以留意學資處喺申請指引或網頁內嘅公布。不過，申請人實際獲得嘅資助金額係要視乎佢哋嘅審查結果而定㗎。審查分為2層，第一層係入息審查。透過既定嘅入息審查機制同計算調整後家庭收入公式，計算申請人所屬嘅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評定佢哋可以得到幾多助學金同貸款，佔最高資助額嘅百分比。之後就會進入第2層嘅審查，即係資產審查。經入息審查公式計算嘅資助額，會再按申請人家庭成員平均擁有嘅資產淨值予以調整。一般而言，應得助學金額就等於最高助學金額乘以按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計算之助學金百分比，再乘以資產值按比例計算法之折算因子。而應得貸款金額就等於最高貸款額乘以按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所計算之貸款額百分比，再乘以資產值按比例計算法之折算因子。大家只需要瀏覽職學處嘅網頁，使用網站入面嘅試算程式，就可以大概估計一下可以得到嘅資助金額，但有關計算結果只可以用作參考之用。